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好多人都關心嘅問題，老人斑。你睇好多人到了50歲以後啊，塊面頭手背上面就開始出斑，黑麻麻、褐沉沉嘅，搽咩嘢護膚品都冇用，去美容院使大錢都只係暫時淡少少，過一陣又飆翻出嚟。更加糟糕嘅係皮膚越來越暗凹，成個人望落去就係老咗10次方，你知道嗎？呢個問題喺中醫睇嚟根本就唔係皮膚嘅問題，而係你身體裏面出狀況啦。今日我要話俾大家知一個非常簡單嘅方法，就係喺暖水度加一羹嘢，連飲15日，老人斑會淡，皮膚會白，成個人望落去都後生晒。呢個可唔係我亂咁講嘅，呢個係有中醫理論根據嘅，而且呢樣嘢家家戶戶廚房都有，根本唔使大錢，大家先至唔好急住問係咩嘢。我要先同大家講清楚點解會出老人斑，你搞懂咗原理就知點解呢個方法 work。好多人以為老人斑就係老咗自然會出嘅，冇辦法，錯啦！《黃帝內經》入面講得好清楚啊，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面，咩意思？就係話你塊面嘅氣息、皮膚嘅狀況，全部反映嘅係你五臟六腑嘅精氣夠唔夠。你臟腑功能好，精氣充足，塊面自然就光滑白淨。你臟腑功能弱咗，精氣不足，塊面就會出問題。老人斑喺中醫古書入面叫做肝斑或者係瘦斑。點解叫肝斑？因為佢同肝嘅關係最大。《黃帝內經》講肝主疏泄，肝呢個臟腑啊，佢嘅工作就要令到你全身嘅氣血運行順暢啊，唔能夠塞住。你想下就好似屋企嘅水喉咁，水要能夠流通咗，邊度塞咗就會出問題，對唔對？肝就係負責疏通呢啲水喉嘅。不過呢，人到中年以後，肝氣慢慢就唔夠力啦，疏泄功能減弱。呢個時候你身體裡面嘅氣血運行就開始唔順暢，特別係塊面呢啲微細嘅經絡，氣血過唔到去，就會產生瘀滯。醫中金旺入面講，氣滯則血瘀，血瘀則生斑。氣走唔喐啦，血就會塞住，血一塞住就會形成呢啲黑褐色嘅斑點，沉積喺皮膚表面。呢個就係老人斑嘅由來。大家可能會諗，咁點解有啲人30幾歲就開始出斑，有啲人60、70歲塊面仲係白白淨淨？呢個就要講到另一個重要嘅臟腑脾。《黃帝內經》說，脾為後天之本，氣血生化之源。呢句話好重要。你每日食嘅飯可唔能夠變成氣血，營養全身完全靠脾嚟運化。脾就好似一部機器，將食物磨碎、提煉轉化成精華，再輸送到全身。但是現代人啊，脾胃最容易出問題。點解？你睇大家食凍嘅、飲凍嘢、吹冷氣、夜瞓捱夜，呢啲全部都喺度傷脾呢個臟氣。佢驚凍驚濕，就好似總裝架驚凍驚顫一樣。你脾一受寒，運化功能就減弱啦。食入去嘅嘢唔能夠好好轉化成氣血，反而會變成痰濕毒氣堆積喺體內。醫學正傳入面有句話講得好，脾虛則痰濕內生，脾功能弱咗，身體裏面就會產生好多痰濕。呢個痰濕唔係你咳嗰個痰，而係指身體裏面一種黏廢嘅唔好嘅代謝廢物。呢啲痰濕會跟住你嘅氣血向上行，堆積喺塊面度，就同肝氣鬱滯產生嘅瘀血混埋一齊，形成又堅固又難消嘅老人斑。所以你睇老人斑嘅形成有兩個主要原因，一個係肝氣鬱滯導致血瘀，
一個係脾虛生痰濕，呢兩個因素加埋一齊，你塊面就開始出斑啦。呢個唔係單純嘅皮膚老化，而係你內肝功能衰退嘅外在表現。好，依家我哋知原因啦，咁樣點去解決？中醫講究辨證施治，你要根據病因嚟調理。既然老人斑係肝鬱血瘀加上脾虛痰濕造成嘅，咁樣我哋就要疏肝理氣、健脾化濕、活血化瘀，咁樣至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依家我要話俾大家知嘅呢個方法，就係喺暖水度加一羹醋，冇錯，就係廚房入面嗰個醋。但係要記住啊，一定要用純掌做嘅米醋或者陳醋，嗰種化學勾造嘅白醋係冇用嘅。點解醋咁神奇？我依家就同大家好好講解。醋喺中醫入面係一味好重要嘅藥食同源嘅嘢。《神農本草經》入面已經有記載醋嘅功效，話佢味酸、性溫、主消工腫、散水氣、殺邪毒。呢個散水氣就係化痰濕，消工腫就係消除瘀滯。你睇古人一早已經知醋有化瘀化濕嘅作用，更加重要嘅係《本草綱目》入面，李時珍話醋散瘀血治黃疸。呢個散瘀血就係我哋要嘅。老人斑本質上就係一種血瘀嘅表現，醋能夠活血化瘀，將塞喺皮膚下面嗰啲瘀滯嘅血分散開，令到氣血重新流通。你想下，就好似水喉塞咗，你用強力嘅通渠劑將佢疏通，水就能夠再流動，係一樣嘅道理。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，就係入肝經。中醫講五味配五臟，酸味入肝，醋係酸嘅，所以佢能夠直達肝臟，幫手肝氣疏泄。《素問臟氣法時論》講肝苦急，急食甘以緩之；肝鬱散，急食辛以散之，用辛補之，酸瀉之。呢度講到酸能夠調節肝嘅功能，令到肝氣能夠舒展開嚟，唔會鬱結，肝氣一舒暢，全身嘅氣血運行就順啦，塊面嘅瘀滯自然就能夠慢慢散開。再講脾嘅部分，大家可能會問：醋唔係酸嘅咩？酸嘅唔係會傷脾咩？呢個就要睇你點樣用啦。適量嘅醋其實能夠幫手消化，促進脾胃運化。本草求真入面講醋開胃氣、消宿食，就係話醋能夠刺激胃液分泌，幫手食物消化，而且醋性溫，能夠溫暖脾胃，驅散寒濕。你脾胃功能好咗，痰濕自然就能夠代謝掉，唔會再堆積喺體內，更加唔會去到塊面形成斑點。醋仲有一個現代人唔太知嘅功效，就係軟堅散結。本草綱目話醋能消腫毒、散結氣，呢個結就係身體裏面硬化嘅成塊嘅嘢。老人斑雖然係扁平嘅，但係佢本質上都係一種瘀滯成塊嘅狀態。醋能夠將呢啲硬化嘅瘀塊慢慢軟化散開，所以長期飲醋水，老人斑會逐漸變淡。咁樣具體要點樣飲呢？好簡單，每日朝早起身之後，空腹嘅時候，用暖水一杯，大約200毫升，加入一羹醋。呢個羹就係一般食飯嘅湯羹，大約10到15毫升嘅份量，唔好太多，將佢攪軟，然後一小啖一小啖咁樣飲落去。記住，一定要用暖水，唔好用凍水，因為凍水會傷脾胃，就失去調理嘅意義啦。點解要空腹飲？因為朝早起身嘅時候，你個胃係空嘅，呢個時候飲落去嘅醋水能夠最快被吸收，而且能夠刺激腸胃蠕動，幫手排宿便。中醫講欲得長生，腸中常清，你腸道乾淨咗，身體裏面嘅毒素垃圾少咗，氣血自然就清澈，塊面亦都乾淨。
呢個方法要連續飲15日。點解係15日？因為中醫講氣以後周，一個候係5日，3候為一氣，也就是15日。人體嘅氣血運行有一個周期，15日係一個小周期。呢段時間持續調理就能夠見到初步嘅效果。當然啦，如果你狀況比較嚴重，可以繼續飲1個月、2個月，甚至養成長期嘅習慣都得。因為醋本來就係食物，只要不過量，對身體只要好處冇壞處。但係要注意幾點：第一，如果你本身胃酸過多，或者有胃潰瘡、胃食道逆流呢啲問題，咁樣就不適合飲醋水，因為醋會刺激胃酸分泌，反而會令症狀加重。呢種情況你就要用別嘅方法嚟調理。第二，有些人牙齒比較敏感或者有蛀牙，飲完醋水之後最好用清水漱下口，因為醋酸有可能會侵蝕牙齒表面嘅里囊質。呢個只要稍微注意下就好，唔係咩大問題。第三，如果女仔正在經期期間經血量比較多嘅話，暫時唔好飲醋水，因為醋有活血嘅作用，可能會令出血增加。等月經結束之後再飲就得。好，依家大家知方法啦，但係光飲醋水夠唔夠？老實講，如果你只係做呢一件事，其他生活習慣完全唔改，效果就會打折扣。中醫講究3分治7分養，你再好嘅方法，如果平常一直在傷害自己嘅身體，咁樣都係白搭。所以我要再同大家講幾個配合嘅要點，咁樣效果至會好。首先，你要少食凍嘅嘢。我啱啱講過啦，脾胃經寒，你一直食凍嘅、飲凍嘅，脾嘅運化功能就會越來越弱，痰濕會越積越多。現代人夏天熱就飲凍水、食雪糕，冬天入咗室內有暖氣都照樣食凍，咁樣脾胃點樣受得了？金棘要略入面，張仲景講：脾胃者，充兵之官也。脾胃就好似國家嘅糧倉，你糧倉管理唔好，整個國家就會出問題。大家要飲暖水，食溫熱嘅嘢，令到脾胃暖粒粒，佢至有力氣做嘢。第二個，要少食油忽甜西嘅嘢。現代人愛食大魚大肉、蛋糕甜點，呢啲嘢食太多會阻濕生痰。黃帝內經講：甘能令人中滿。甜嘅嘢食多咗，會令脾胃負擔加重，運化唔到嘅就變成痰濕。你睇好多愛食甜食嘅人，皮膚全部都係暗縷嘅，毛孔粗大，容易出斑出痘，就係因為體內痰濕太重。所以大家要飲食清淡少許，多食蔬菜水果，咁樣脾胃負擔輕，運化功能就能夠恢復。第三個，要保持心情舒暢，呢個好重要。我啱啱講肝主疏泄，肝氣要能夠暢達，但是肝呢個臟器最驚咩？驚鬱。黃帝內經講怒傷肝，你心情唔好，發脾氣、鬱悶，肝氣就會鬱結。現代人工作壓力大，家他零事多，好容易心情唔好，咁樣肝氣一直不住，氣血就走唔喐。塊面嘅斑就會越嚟越深，所以大家要學識調節情緒，多出去行下，做下運動，聽下音樂，揾朋友傾下偈，令到心情開朗起嚟，肝氣自然就舒暢。第四個，要早瞓，呢個我講過好多次啦。黃帝內經講：人餓血歸於肝，你夜晚瞓覺嘅時候，血液會回流到肝臟進行修復同淨化。如果你每日捱夜，肝就冇時間休息，功能就會越來越差。而且夜晚11點到凌晨3點，喺肝膽經當令嘅時間，呢段時間你一定要喺度瞓覺，令到肝膽好好做嘢。
你肝功能好，疏泄功能正常，塊面嘅瘀滯自然就能夠散開。第5個要多運動，運動能夠促進氣血流通。黃帝內經講：久視傷血，久臥傷氣，久坐傷肉，久立傷骨，久行傷筋。你唔喐就會氣血不通。但係運動要適度，唔係叫你去跑馬拉松，而係每日快行30分鐘，做下瑜伽，打下太極拳，令到身體微微出汗就好。汗出嚟咗，體內的濕氣毒素就能夠排出嚟，氣血循環都會變好，皮膚自然就會有光澤。依家我再講深入少許，點樣醋水配合呢啲生活調理，能夠令到你唔單止老人斑淡咗，連皮膚都會變白，人都會變年輕。呢個就要講到中醫嘅整體觀啦。中醫睇人唔係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而係將人當成一個整體。黃帝內經講上下相照，內外相通。你身體外面嘅皮膚狀況反映嘅係裏面臟腑嘅狀態。當你通過飲醋水疏肝健脾、活血化瘀以後，唔單止塊面嘅斑會淡，你整個身體嘅氣血循環都會改善。氣血循環好咗以後，皮膚能夠得到充足嘅營養供應，自然就會白裏透紅，有光澤。黃帝內經講：心之合脈也，其榮色也。心臟管血脈，血脈通暢咗，氣色就會好。而且血液裏面如果冇瘀滯痰毒，咁輸送到皮膚嘅就係乾淨清澈嘅營養，皮膚當然就會白淨。好多人以為皮膚黑暗沉是因為曬太陽，其實不完全是。如果你身體裏面痰濕重、血瘀重，就算唔曬太陽，皮膚都會暗黑。點解？因為痰濕瘀血係毒氣。黃帝內經講：清陽出上竅，濁陰出下竅。清嘅嘢向上行，酷嘅嘢應該向下行。但係當你脾虛肝鬱嘅時候，呢個清酷升降就亂啦。酷氣向上行，堆喺塊面，你嘅膚色就會暗淡無光。當你用醋水調理，把脾胃功能調好，把肝氣疏通以後，清陽能夠上升，綠陰能夠下降。呢個時候你塊面嘅氣色就會清爽明亮。呢個就係點解有些人調理一段時間以後，唔單止斑淡咗，成個人望落去都容光煥發，好似後生咗好多歲。道理就在這裏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點，就係腎嘅問題。老人斑點解叫壽斑？因為佢同衰老有關，而衰老在中醫睇嚟主要是腎氣衰弱。黃帝內經講：腎主骨，生水，水沖腦，腦為水之海。腎係先天之本，臟精主管生陳、發育同生。人到咗一定年紀，腎精會逐漸衰退，呢個係自然規律。但係呢，雖然腎精會自然衰退，我哋卻可以通過後天嘅脾胃嚟補充。黃帝內經講：脾胃者，瘡邊之官，五味出焉。你脾胃功能好，食入去嘅嘢能夠充分轉化成精微物質，呢啲精微物質一部分會儲藏到感，變成感精。所以當你通過飲醋水把脾胃調好以後，間接亦都在滋養枕精，延緩衰老。而且醋本身就有收散固校嘅作用。本草綱目講醋斂結能收散，呢個收散對腎係有好處嘅。腎主封藏，就係有把精氣藏好，唔好亂漏。醋嘅收散作用能夠幫手腎氣固校，唔讓精氣隨便流失。所以長期飲醋水對延緩衰老、保持年輕係有幫助嘅。大家可能仲會問，咁樣除咗醋以外，仲冇其他可以加在水裏飲嘅嘢？有，比如說枸杞，《神農本草經》入面列為上品，話佢久服堅筋骨，輕身不老。
枸杞能夠滋補肝腎、明目養血。如果你除了老人斑以外，仲有眼光矯、腰膝酸軟、頭髮早白呢啲整虛嘅症狀，可以在醋水裏加幾粒枸杞一齊飲，效果會更好。仲有黃芪，《神農本草經》話黃芪補諸虛不足，佢能夠補氣健脾。如果你平常容易攰，講嘢冇力氣、臉色皂白，呢個係氣虛嘅表現，可以用幾片黃芪泡水跟醋水交替飲，一個補氣，一個活血，相互相成。再嚟係玫瑰花，玫瑰花在中醫入面能夠疏肝解鬱、活血化瘀。本草正義話佢香氣最濃，清而不濁，和而不猛，柔肝醒胃，流氣活血，特別適合女性。如果你情緒容易鬱悶、胸悶、月經不調，可以用幾朵玫瑰花泡茶飲，也能幫手改善老人斑。但是記住啊，呢啲全部都係互助嘅，最主要還是醋水，因為醋既能活血又能健脾，係最全面嘅。其他嘅嘢你可以根據自己嘅體質狀況嚟搭配，但係唔好咩都加，一次加太多反而亂咗。中醫講究簡便廉驗，方法簡單，使用方便，價格便宜，效果明顯才是最好嘅。我仲要同大家強調一個觀念，就係調理身體唔可以急。現代人習慣咗速效，感冒咗食個藥馬上要好，出個斑搽個傷馬上要淡，呢個係唔對嘅。《黃帝內經》講隨而疾則實，急而隨則虛，太快嘅反而係虛嘅，不牢靠嘅，慢慢嚟至實在嘅。你老人斑係經年累月形成嘅，要淡掉都需要時間，唔可能飲2日醋水就消失不見。但係你只要方法對了，堅持落去，一定會見到效果。可能第一個星期你會覺得大便比較順暢，因為醋促進腸胃蠕動。第2個星期你會覺得塊面好似冇咁暗鬆，因為氣血開始流通。第3個星期你會發現斑點好似有變淡少許，因為淤血開始散開。呢啲全部都係身體在慢慢改善嘅信號。中醫調理就是咁樣，它不是立竿見影，而是潤物細無聲，慢慢地讓你嘅身體恢復到一個平衡嘅狀態。等你身體平衡咗，好多問題就自然消失咗，而且唔會再復發。呢個只係真正嘅治本。你睇西醫治老人斑，唔係激光就係磨皮，表面上斑好似淡咗，可是過一陣又長出嚟。點解？因為佢只係把表面嘅斑打掉，你身體裏面肝瘀血瘀、脾虛痰濕嘅問題根本冇解決，所以仲會再長。中醫唔同，中醫係從根本上調理你嘅臟腑功能，令到你身體不再產生斑嘅條件，斑自然就會淡，就不會再長。呢個只係真正解決問題，而且你身體調好咗以後，唔單止老人斑嘅問題解決咗，你會發現好多其他嘅毛病都跟住改善。比如說你原本容易攰，依家精神變好咗，因為脾胃功能好咗，氣血生化有力。你原本睡眠不好，依家瞓得比較沉咗，因為肝氣舒暢，陽氣能夠入陰。你原本月經不調，依家慢慢規律咗，因為血瘀散開咗，充任通暢。呢個就係中醫整體調理嘅好處。一法通則百法通，一拱調則五臟和。所以我就話呢杯醋水望落去好簡單，其實裡面包含咗好深嘅中醫道理。你唔好小看佢，亦都唔好覺得咁簡單嘅嘢點可能有效。《黃帝內經》講大道至簡，真正好嘅方法往往都係最簡單嘅。你只要理解咗原理，堅持去做，一定會有收穫嘅。依家
我嚟幫大家總結一下老人斑嘅形成，係因為肝氣鬱滯導致血瘀，加上脾虛產生痰濕，呢兩個因素混合埋一齊，沉積在皮膚表面形成嘅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就要疏肝理氣、健脾化濕、活血化瘀。醋水正好有呢啲功效，而且佢係藥食同源嘅，安全又有效。每日早上空腹飲一杯暖水加一羹醋，連續飲15日，配合少食冰冷油細，保持情緒舒暢，早睡，適度運動呢啲生活習慣，你就會見到老人斑變淡，皮膚變白，人變年輕嘅效果。呢個唔係神奇，呢個係科學，係中醫幾千年傳承下來嘅智慧。《黃帝內經》講：上工治未病，不治已病。好嘅醫生係在你還冇生病嘅時候就幫你調理，不讓你生病。我今日教大家嘅呢個方法就係治未病嘅概念。你依家開始調理，唔單止令到現有嘅斑淡掉，更重要嘅係預防以後再長，令到你身體維持在一個健康嘅狀態，延緩衰老。所以啊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唔好再使大錢去買嗰啲瓶瓶罐罐嘅護膚品啦，唔好再去做嗰啲傷害皮膚嘅醫美療程啦。回歸最基本嘅中醫養生，從調理內臟開始，令到身體自己恢復健康，呢個先至係最根本、最有效、最省錢嘅方法。大家今日返去就可以開始試下。記住，一定要用純醬做嘅米醋或陳醋，每日早上空腹一杯暖水，加一羹醋，一小啖一小啖飲，連續飲15日，你自己就會見到變化。唔好懷疑，試咗先知。中醫嘅智慧真係博大精深，老祖宗留下嚟嘅嘢絕對唔會錯。好，今日就同各位講到呢度。希望大家都能夠越嚟越健康，越活越年輕。記住啊，健康掌握在自己手裏，你願意為自己嘅身體負責，身體就會回報你開始行動吧。從今天這一杯醋水開始，改變你嘅皮膚，改變你嘅氣息，改變你嘅人生。